因应美中局势，这全球供应链的盘算，印度是发出印度制造，要取代中国做世界工厂。嘛有愈来愈侪大商去印度考察，准备要设厂。印度大商总会4月底拄则伫咧印度开设，也代表讲咱台湾投资印度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下午7点半，台湾技术部台语台记者特别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咱台湾人伫咧印度打拼情形。印度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全球第5大经济体。遮尔大的类似市场，加上全球供应链盘算，印度正做世界的焦点。今天是我们台商印度总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未来我们在印度能够有一个大家台商台湾的公司来投资来这边生活，能够彼此沟通的一个平台。印度大商总会成立，台湾投资印度进入新的时代。大商伫印度投资达到46亿美金，大约250间公司，创造17万个就业机会。So India being a growing economy and with aspiration to become thir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e would love to have Taiwanese here to push India to the $5 trillion economy. 对镜头来到南印度，这是班加鲁鲁，这是全印度科技业带头的城市。人讲是印度石股。目前伫印度的大商无多啦吼，那其实很分散啦。伫班加罗遮，阮目前的商会的会员嘛才20几间啦。不过陆陆续续来找我的，来拜访我的大商，超过200几间。这个全球人口上济国家，印度基础建设长力发展，不过速度敢对得到经济发展的需求。这关系到大商来到这所要面对的问题、考验甲挑战。记者尤以真林昆明印度报道。